大家係咪都影相嗰度都 OK？好，咁我哋今日開始我哋嘅救援簡報啦。首先介紹一下兩位講者，鏡頭前右手邊係消防處助理消防區長李啟聰，左手邊係警務處葵涌分區行動支援小隊指揮官黃浩源。咁我哋而家首先將時間交俾李 Sir，唔該。係消防處喺今日下午12時41分接獲報告，指喺麗景祖堯村啟謙樓一個單位發生火警。我哋喺接報後5分鐘到達現場，火警位於一個5樓嘅住宅單位，面積約8米乘5米，大約400尺。起火位置涉及一間3米乘2米，大約60尺嘅水房。由於收到多個火警報告，我哋額外調派咗搜救隊協助大廈居民疏散。喺今次行動入邊，我哋共調派咗13架消防車以及3架救護車，一共71名消防及救護人員，動用咗1條喉同埋1隊煙霧隊進行滅火，並於約10分鐘後完成救火行動。滅火期間，我哋喺單位睡房救出一名昏迷嘅男性。隨後，救護人員喺現場證實該名男子死亡。大家可以睇一睇我身後單位嘅平面圖，顯示起火地點同埋傷者被救出嘅位置。現場大約50名市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嘅地方。我哋初步相信火警起因冇可疑，而起火位置係單位睡房。根據死者家人提供嘅資料，顯示死者近日行動不便，並有燒艾草嘅習慣。同時，我哋喺現場亦都揾到一啲燃燒中嘅艾草，所以起火原因我哋相信係同燃點艾草有關。當時火警鐘係有響嘅，我哋使用嘅消防喉轆亦都運作正常。另外，就宏福苑火災後，消防處已經由內部人手調配成立快速應變小隊，當火警發生時會即時出動協助前線人員檢查大廈嘅消防裝置及設備，包括火警時佢哋嘅效能同埋工作狀態。如果發現有唔妥當嘅地方，或者其他消防安全違規嘅情況，本處人員會即時採取執法行動。啟謙樓係持有有效嘅大廈消防裝置周年檢查證書。火警發生後，快速應變小隊亦有測試大廈嘅消防裝置及設備，沒有發現唔妥當嘅地方，包括肇事樓層。最後，由於近日天氣比較乾燥，我哋喺度呼籲市民喺屋企燃點一啲火種嘅時候，例如香薰、蠟燭同埋艾草，要小心火種，同埋避免靠近家中一啲易燃嘅物品。之後嘅時間我交俾警方。警方喺今日12點41分嘅時候收到一個火警報告，咁指喺啟謙樓一個單位有火燭。咁於是我哋再隨即調派人手，裏邊包括有衝鋒隊、區交通隊同埋軍裝巡邏小隊。咁喺處理呢件事件期間，我哋實施咗一啲交通管制，包括封鎖咗麗祖路以南同埋以北2條行車線，咁以確保現場安全。咁喺火警救熄咗之後2條行車線已經係解封。案件將會交由葵涌分區雜項調查隊去跟進。好，而家係傳媒答問環節啦。請想發問嘅傳媒代表先舉手，講出你所代表嘅傳媒機構，每人最多發問2條問題。你好，商台嘅都想問下，即係起火嘅單位多唔多雜物同埋易燃物品呢？另外都想問下啦，即係今日立法會開會啦，嗰個強化消防安全工作組就提出咗一啲改革方案咁樣啦。有冇話即係消防處因應呢個小組提出嘅一啲改革方案而展開一啲即係特別嘅調查或者執法咁樣？
起火嘅單位咧，大概係8米乘5米啦，大概400尺嘅。咁單位嘅擺設係正常嘅，唔係特別多嘅雜物。咁亦都嚟回應翻你嘅問題啦。咁我哋而家現時咧，消防處係動用內部嘅資源啦，成立咗一個快速應變小隊啦，去幫助前線嘅人員咧去額外咁樣去檢查一啲大廈嘅消防設備同埋裝置，同埋睇下有冇違規嘅情況。仲有冇全部朋友想提問嘅？如果冇嘅，我哋今日嘅簡報到此為止。唔該晒，唔該晒咁多位。